大家好，阿培，嘉盤咧帶大家嚟到中山嘅市中心，介紹一個最新嘅4.0產品。陰陽地產喺中山石岐嘅經濟總部開發嘅御神，嚟到佢哋大門口啦。成個大門咧俾到我哋嘅感覺咧非常之壯觀嚇，而且佢嘅各方面裝修出嚟嘅格調咧都係 OK 嘅。咁啊呢個陰陽御神咧，佢有咩特色咧？就左右各有一個地鐵站，所以佢嘅 location 咧非常之優秀。強學區呢度係學區房嚟嘅，旁邊就係我哋實驗小學。呢度咧就係一個生態公園，過去嗰邊咧就係實驗中學。兩個實驗強學區包圍住啦，所以呢個屋苑咧本地人咧非常中意，係一個頂級嘅學區房。咁啊，成個陰陽御神咧，佢現時咧就係現炒嘅階段，仲未正式開盤嘅，所以暫時嘅價錢咧都未知。不過預計嘅報價咧已經係出咗嚟，大概18,000蚊至到23,000一平方，大豪華裝修。用板間都未出嚟嘅，所以今次淨係帶大家參觀下呢個屋苑佢成個工程嘅進度。咁呢度嘅單位咧，佢最大特色咧就係戶型實用率方面咧係達到145%嘅。中山現時嚟講實用率最高嘅一個4.0住宅，保利龍悅啊、香山頌啊都唔夠呢度實用嘅。跟住咧呢度單位咧，每套單位都係獨梯獨戶嘅，4梯入戶，每套單位仲擁有2個空中庭院嘅。而且每個空中庭院咧都係錯開，隱私度咧都做到保障嘅。咁呢個屋苑究竟如何咧？跟住阿培嘅鏡頭一齊入去望一望啦。咁呢個屋苑咧，成個社區就係酒店式運營嘅，所以入到嚟咧好似去到酒店咁樣。包括呢個大門都係通過我哋呢個入戶大門咧，我哋就可以入到佢哋下沉式會所嘅位置。咁下沉式會所呢度咧，佢成個規模咧就唔夠保利龍悅同埋香山頌咁大，但係佢喺1樓花園咧又設置咗唔同功能嘅主題會所嘅，所以陣間一齊都會同大家去介紹下。咁下沉式會所有啲乜內容咧？就擁有我哋嘅一個泳池，同埋擁有我哋嘅健身房。跟住呢個屋苑咧，成個社區都係採用咗一個智能化嘅。咁我哋入門通過呢個閘口啦。有人面識別嘅，咁通過人面識別之後咧，我哋嚟到電梯咧，電梯通過智能嘅識別咧，就會自動降低個 lift 喺呢度等我哋啦。所以各方面咧係好方便嘅。咁而家咧，我哋就入去1樓花園，同大家一齊 share 翻呢個陰陽御神成個屋苑嘅一個狀態啦。而家阿培咧同大家介紹下陰陽御神呢個屋苑嘅成個盤嘅組成。total 咧有7棟樓，其中藍色嘅呢4棟咧全部都係佢哋最細面積嘅單位，119平方嘅。仲有2棟咧就係53平方嘅戶型嚟嘅。如果大家買咗呢隻153平方咧，實質用到就係220平方。咁最大咧就係呢個179平方嘅樓座。如果你買咗呢款咧，就260平方嘅實用啊。咁呢個屋苑外圍咧就係一個實驗小學嚟嘅，佢係近學校嘅，所以係一個學區房。跟住如果咧露台如果朝南向或者朝東向咧，呢度係會有一個生態公園嘅，所以整體嘅一個視野都會比較唔錯。如果入邊嘅樓座咧就係望翻佢哋1樓嘅一個園林區嘅，園林區咧佢各方面俾到大家嘅一個設施咧都會比較豐富，過到嘅層次感咧係會比較多嘅。呢個屋苑嘅話咧係中山首個圍合式嘅4.0住宅，所以佢嘅樓近距咧係做得比較遠嘅。其中打橫咧最遠嘅係去到108米嘅，咁如果係縱向咧最遠咧係去到94米嘅，所以入到個小區咧感覺咧係會比較舒適嘅，唔同於其他密度着得比較高嘅一個屋苑咧。OK， 咁啊而家咧帶住大家去到1樓花園睇一睇成個施工進度。OK， 而家出發。Hello， 大家好，而家阿培咧帶大家嚟到陰陽御神嘅1樓花園。咁啊由下沉式嘅會所搭 lift 咧就上到嚟呢個1樓花園嘅，所以佢哋嘅1樓花園咧係架高咗1層嚟起。咁電梯咧係採用智能化，因為成個屋苑咧係酒店式運營嘅。智能化咧，我哋入到大門之後咧，就通過我哋人面識別，啲 lift 咧就自動識別降到1樓去接我哋。
OK， 咁嚟到1樓花園咧，大家可以睇一睇現時音容雨傘嘅成個工程進度嚇。咁呢個屋苑咧，目前係工地嘅一個情況。咁等到27年嘅2月份咧，先至正式可以交付到俾大家嘅。整體咧先至可以完工嘅。呢個屋苑嘅話咧 ，total 只有33畝地，咁就總共咧起咗7棟樓，所密度非常之低嘅。一入到嚟咧，感覺哇！真係同其他4.0住宅，無論係保利龍悅又好，龍湖香山頌又好，感覺係唔同嘅。嚟到呢度咧，感覺會空曠好多。因為呢個盤嘅容積率咧，淨係做到1.99嘅，比其他4.0住宅都要低嚇。同埋佢係作為中山首個作為4.0住宅嚟講，佢係首個為合適嘅小區，所以佢嘅樓近距咧做到好遠嘅。咁7棟樓咧，呢個屋苑主要賣嘅面積多嘅就係119平方嘅選擇，咁有4棟119平方嘅單位，有2棟咧就係做到153平方嘅面積嘅，咁只有1棟係做到最大面積179平方嘅，就係我哋前面呢棟樓。咁呢度嘅單位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實用率非常之高，係全中山做到最高嘅，達到145% 嘅高實用。所以話，如果你係買咗119平方嘅單位咧，你實質可用到嘅面積咧就係去到172平方嘅。你係買到153平方嘅，你實質用到嘅面積咧就係去到220平方。如果你係買咗7座嘅179平方嘅單位咧，你實質可用到嘅面積咧就係去到260平方，接近260平方。所以呢個屋苑咧係一個改善豪宅屋苑。你買到呢度，就算細積嘅單位又好，住入去咧就係豪宅嘅感覺啦。咁到期時咧，佢哋用板間出咗嚟咧，阿培亦都會邀請個發展商嘅朋友啦，一齊介紹下呢個屋苑嘅細節各方面俾到大家嘅。咁大家期待下一期嘅視頻啦。除咗下沉式會所之餘咧，佢每棟樓1樓咧全部都係5設單位。引進咗10大主題嘅會所，能俾到業主去使用。目前咧已經係開放咗6個主題會所啦。咁會有我哋嘅私宴廳啦。咁私宴廳呢度咧唔同於其他4對住宅嚇，唔同保利龍悅、香山頌，佢哋私宴廳咧得1張台嘅啫。但係呢度佢就擺咗好多台嘅，可以同時用啦，好多家庭一齊去 book 位去使用。跟住呢度咧就係擺翻一個。因為呢棟係最大面積，多數都係啲成功人士買嘅單位啦，所以下邊咧亦都設置咗好多位置，作為一個會客廳，俾到業主去傾生意嘅。跟住嗰棟咧，樓下1樓位置咧就係設咗一個小朋友嘅一個學習區，咁入邊咧有唔同功能嘅學習位，可以俾到業主嘅小朋友咧，到期時請家教又好啦，又或者用翻物業俾到嘅一個私教團隊都係冇問題嘅。佢仲有其他嘅一個主題會所，暫時咧就展示咗6個出嚟嘅。咁呢啲會所咧到期時就係額外收費嘅。有啲會所嘅功能咧就唔使收錢。咁嚟到呢個位置咧，大家可以見到佢嘅園林咧都做得比較有層次，引進咗好多樹種過嚟嘅。因為佢33畝地咧用咗1.9萬平方嚟做呢個花園。所以大家見到綠化非常之高。咁音容地產咧就喺四川嗰度咧起咗好多豪宅屋苑，喺中山咧算係第一個。咁佢喺中山攞嘅地咧，亦都係比較有優勢嘅。因為佢咧係同香山頌咧係隔離嘅一個地點。佢同樣都係享受到雙地鐵。旁邊咧就係我哋中山旗公山城嘅一個地鐵站。呢邊咧就係我哋石岐站，咁佢黐住我哋中山最頂級嘅一個學校，呢度都係屬於一個強嘅一個學區房實驗小學同埋實驗中學。實驗小學同埋實驗中學咧就係中山最頂級嘅幾個學校。OK， 咁我哋咧帶大家嚟到佢哋7座。大家可以見到呢度嘅單位，除咗實用率可以達到145% 嘅高實用之餘咧，佢呢度嘅單位設計咧同中山其他4.0住宅都唔同嘅。佢每間單位都擁有2個空中庭院嘅，其中一個空中庭院咧就係佢哋電梯出到嚟就有一個空中庭院俾到大家。另外一個空中庭院咧就係佢哋主人房呢度。咁主人房嘅空中庭院咧亦都有3個位置俾到大家揀。
咁有南向嘅，亦都有東向嘅，亦都有呢度嘅西向嘅。所以大家見到呢度嘅樓咧都比較得意嚇。咁嚟到呢個位置咧就係7棟嘅 lobby 大堂，兩邊咧就分開嘅兩個唔同主題嘅會所俾到大家。咁我哋要點樣入去我哋單位咧？通過人面識別又或者拍卡入到去之後咧，啲電梯咧自動識別我哋人要返屋企，佢係自動下降落嚟1樓等我哋嘅，所以非常有好嘅一個居住體驗。佢單位咧交付亦都有智能家居系統嘅。咁嚟到呢個主題會所咧，就係俾到一個空間，一個休息區，俾到業主去傾下生意同埋見下朋友嘅。咁全部都係封閉式嘅空間。等到元旦咧，佢哋可以俾到大家參觀嘅用品間就會出嚟啦。咁大概1月中旬咧，佢哋價錢亦都會出嚟。暫時報價咧，發展商就報18000，即係初步預計係18000至到23000。同其他中山4.0住宅就一樣價，但係準確就未出嚟嘅。咁今集視頻咧就暫時係咁啦。OK，下集再見，拜拜。